上帝话进前，咱三个来祈祷。这个上帝，我感谢你，今仔日是你所定定的日子，我要伫遮恭敬敬拜，听你的话，照你的话来行，恳求主你性情保惠师，保守阮逐人的心，互阮听到就会照安尼去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想今仔日大家早起到伫礼拜堂来就看见这几位女下。下晡时是我要服务受职受职典礼，真感谢大家会叫我伫这段时间阮的小会员中一逐工会友三甲斗阵来参与伫这个盛会的准备，我伫遮先大家献上感谢。照咧数据，照上帝国度的讲法，下晡时会邀请侪牧长。侪教会集体三甲来欢喜，我即时就来读，阮有一个邀请的卡片，邀请卡片顶面的文字有安尼写：邀请卡上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这样说：感谢上帝的恩典，建成教会在历任牧者及信仰前辈辛勤付出、用心耕耘下，得以在历史中继续往前奔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很高兴并感谢上帝差遣他忠心的仆人来承继传福音的使命，愿主赐福。我想教会历史对一间教会来讲是真重要的资产。顶礼拜伊去传道也有讲到，建成教会当对60几年进前来开设，就是因为第二长老的爸爸黄六典牧师、吴牧师甲一个同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区的需要。这个属灵的看见，就是上帝肯定因心中的一个明显的面相。有看到有需要的所在，因就想讲，这是上帝给我的呼召，给我的使命，所以因就同齐脚步来跑走。这使命是给别人的，就是肯定因家己的本身心来先关头。所以经过做努力，也经过历代的信仰前辈做伙来努力，咱才会当伫遮。自一敬拜上帝，所以敬拜上帝是教会设立上主要头一项的目的。一群基督徒三甲自一敬拜，迄个聚会本身，遐个基督徒的组织，遐个人就是教会。教会绝对不是指这间建筑物，教会绝对不是这个建筑物。这间建筑物不过是方便咱三甲自一敬拜上帝的所在。这间建筑物即摆会起安尼，也是遮的信仰前辈打拼、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奉献你的一生，彼此相疼、相扶持，才会当安尼起起来。但是伫礼拜堂内面，一寡集体兄弟吵吵闹闹，无法度将好的信仰、遮尔水的信仰安尼承接佮传承落去。若是安尼，这间教会不过是外口好看一个空壳仔，好看头壳尔，根本也无法度叫做上帝教会。各位兄弟，咱对教会历史要看到什么？伫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9、10遐有讲，咱基督徒，咱每一个人拢正做一出气，欢互世间人在看。我们都成为上帝在上帝治理下面的一台戏啊！上帝是个导演，伊敢若亲像一个导演安尼，我们就是一出戏要演给世间的人看。每一出影片都有伊的结局，总是咱知，所有的结局无一定无拄是好的结局。大家拢是爱看好的结局啦吼，总是呢，来当吸引人一直坐伫遐看电影，对头看到尾也袂拄久的。迄才是讲，逐工迄个电视的迄个电视的节目一直咧播，你会逐工有8点还是几点就守伫遐安尼要看，到底是啥物来吸引你会一直坐伫遐咧看？是伊的过程，敢毋是吗？是伊的过程吸引人坐伫遐一直咧看即出戏，所以呢，若是早就知影结局，就偌啥物好看啊！
有时我的囝就讲，妈妈，什么电影结局，你莫甲我讲，哦，你甲我讲，我就无趣味啊，我就是爱唔知影结局，而且会安尼有趣味，安尼一直爱看落去。所以咧，咱要对遮看到啥物？咱知影讲，今年内版有世大运，世大运咱都知，我们都看到很多选手，伊摕到奖牌足欢喜，咱大家足欢喜。总是咱会知影，伫这欢喜得到奖牌的后壁面有偌侪艰苦辛的代志，有偌侪艰苦辛的代志。常常有人讲，咱变成到回信华队吼，迄乌鲁的大声，唱啊足赞的，袂歹。总是咱着知影，信华队每一位队员，逐礼拜六暗时偌拍拼，对大家指挥的一直咧要求，一直咧锻炼，对错误的中间，对唱唔对的所在，一遍搁一遍，一遍搁一遍，安尼锻炼起来。对打落大赌，就对打落变起来。这也是世大运看选手，伊若是会当一直在进步的时阵，就是爱照安尼来行，是嘛？失败为成功之母。我们的生命就是不断的在调整，在错误当中不断的学习，不断提升家己的性命，直到咱意志必定如己。就像这些选手，当他们如果不再训练自己的时候，那就是他们不再成为职业选手的时候。当我们不在每个礼拜六晚上锻炼我们的诗歌，不再被指挥说啊这个音不对，那个音太高，这个音太低，可能是我们就离开神的队的时候。今天我们基督徒，今仔是咱来加做一位基督徒，咱调整咱的信啊，不是到今仔是日子，是到咱意主的面的迄是日子。若是安尼，不断咱若会当做伙不断调整家己的性命，真心真意、真心真力来服侍咱的上帝，可会当拼别人亲像家己。咱一直用这个目标来跑走的时阵，咱的教会就一定会伫这个历史的中间，互上帝称作是建成教会，恁拢是在行上帝看做是好的代志，阿妹吗？所以对历史中，咱来学习，做伙来学习，对信仰前辈的信仰中来学习，来反省家己的信仰，较好家己行伫正路。这就是圣经上宝贵的所在。圣经内面有偌侪见证，我拄则有讲过，无拄拄拢是好的结局，也有真毋好的结局，就互人感觉切心的结局。咱若逐天用上帝的话语来反省家己的生活。透过上帝话语得到安慰、方向，咱就一定会当得到真实的自由。这是一种未受到世界捆绑的自由。顶礼拜伫咧传道了讲到犹大这个国家约西亚这个国王，伊是最后一位互上帝称作是好的国王。因总是对约西亚死去了后，接续后壁的国王一个比一个较卑贱。一个比一个较歹，因完全失落家己成做上帝囝是的这个身份。所以上帝只好使用外邦人，也就是巴比伦一个国家来甲伊消灭，成做上帝惩罚、处罚因的一个器具，犹大的王，并且有大多数的百姓拢受掠到伫巴比伦这个所在。这是一个真悲惨的结局。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也是疼惜人，也是怜悯人的上帝。当犹大互巴比伦灭亡了后，经过70年的时间，上帝搁一次互伊的百姓会当对远的巴比伦搁倒转来，这个受掠百姓搁会当搁倒转来家己的乡土、家己的家园，互相重新要起造上帝圣殿，恢复敬拜上帝的生活。当然，这个受掠搁倒转来的人，要重新起造圣地，这人若是只有一心是无够赢。因毋但爱有一心，搁爱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才会当有真实的敬拜。所以历代记录就是特别为着这个受掠搁倒去上帝百姓所写的册，是为着要坚固因的信仰，互因伫要重新起造圣殿的时阵，袂惊袂困。
对即本历代记录来看，无论是上悬还是下悬，咱有发现内面有一个规则，就是既然迄个王是定着意思敲碎耶和华上帝，上帝就会赐福互因。若是伊背逆背叛上帝，因会结着因的一生拢是真凄惨。咱来看，咱来回想，咱来回想即段期间，咱有讲着两个国王的例。回想头一个例就是犹大王乌西雅的例，大家还会记得啊？乌西雅圣经记载讲，乌西雅王伊行着意思超出耶和华上帝，伊就得着非常的帮赞，直到伊真荣幸，伊的名声也透甲真远。总是，伊却伫即个时阵，伊的心就骄傲。伊就自高自大，伊就硬要做伊袂适当去做的代志。还会记你是啥物代志吗？伊硬要入去圣殿，安怎献祭烧香？伊硬要安尼做，有80几位祭司来甲伊阻挡。上帝爱派遮个祭司甲伊考劝讲：王啊，你千万毋通安尼，这毋是你会当做的代志。总是这个王唔肯，伊无掠条一个得到恩典的机会，伊无掠条一个会当回头的机会，所以伊一生的结局，上帝就互伊生太多，伊一生的结局是真凄惨。后来咱来看一个犹大王约西亚的例，就是顶礼拜讲到的，约西亚伊过会着天地做王。伊却会当伫即个大黑暗的环境的中间，大家拢在拜偶像，做是一枝独秀。伊就是要来敬拜耶和华上帝，行上帝看做是好的事，行伊的做代一切路无偏左右。当伊佫发现摩西律法的册的时阵，伊就拆离伊的衫，谦卑伫上帝面头前谦卑悔改。伊谦卑悔改的时阵，就是讲，伊感觉讲。毋是伊家己一个人谦卑悔改就会使，伊阁要带领以全整个对顶面到下对以全国的百姓做伙到伫上帝面头前来谦卑悔改。所以约西亚王就伫耶路撒冷正长老、祭司、利人甲正百姓的面头前，将律法的册顶面所记载一切，拢读互众人来听，互众人会当顺从上帝的话语，一生坚持无偏离。对即两个王的例，咱知影，上帝是行公义、好怜悯的上帝。若是顺从伊的旨意，专心朝着伊，就算讲有失错，伊也愿意互人有机会来悔改、来回头。伊是讲会到、做会到的上帝，伊是守约、是稳定，伊的慈爱到底永远的上帝。不过，就伫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王朝要行入最后的这个阶段，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这个王对约西亚以后的这个王，无一个好的，到伫以色列王朝的线尾站，无一个好的收尾。今仔日经文的记载，就是犹大末代君王西底家。伊疑心悖逆，毋肯听从上帝话，正祭司甲百姓也落伫旱天内面，黑暗拢看袂着光。所以到底迄本讲历代记录是写互迄群受掠搁倒转来的人看。就迄群受掠搁倒转来，因结束70年伫外邦漂流、受辱、做人奴才迄种的生活以后，伊搁倒转去故乡的时阵，首先因爱会记哩，就是因是上帝选民，因是上帝所疼的百姓，因要有家己的使命。对牛郎搁倒转去，看到正所罗门起啊遮尔水、遮尔金光的圣殿，早就已经无去，早就已经互讲甲喙都糊。因家己所住的所在，嘛是同款，断垣残壁。遐个道路、遐个街路、遐个因，完全拢不是因正经所看到、所实在、所起造的所在。规个拢无去，规个拢变去，全部拢爱重新过来。
万丈高楼平地起，凡事起头难。这个受了要转去，一心中间信任以色列百姓，看到这个情形，首先伊就面对两个就恶解决的选择。一边选择就是爱专心致意中建上帝的殿，搁一边就是我是要住伫倒，我连困的眠床也无，食饭的桌也无，迄个壁讲，困过困好过流水，是上帝去做上帝的殿，是大心，还是我家己所要住的所在大心的？因面对这两个选择，各位兄弟，咱若是已经伫外邦漂流70年哦，70冬，一路远也无车通坐哦，搁行路转来，鞋可能已经穿破去啊，衫可掠转来足破。到伫迄所在，你看着安尼，各位兄弟，到底是中建圣殿重要，还是去家己的厝重要？讲真啊，因选择大心处理家己的问题，因为着家己所经营的所住的所在一直咧无用，中建圣殿的工程一直咧拖，一拖就是10几年过去。伫先知哈该的册内面有记载，耶和华上帝伫因拖，一直咧拖10几年了后，耶和华上帝透过先知哈该甲因质问讲，耶和华的殿又冤荒废，恁逐人要住伫有天花板的厝吗？耶和华上帝的殿又冤荒废，恁逐人要住伫有天花板的厝吗？可能咱即摆感觉讲，有天花板是正常的代志吼。总是伫迄当阵的人，若是住伫有天花板的厝，就表示跟我们现在所住的豪宅其实是一样。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时空我们回到之前那个时候，耶和华上帝会就直觉说，我的殿还是这么的荒凉，可是你们却住着自己的豪宅，享受自己的吃喝玩乐吗？迄头有讲到教会，我是讲，大家会问讲，传道你拄则毋是讲教会毋是即间建筑物吗？无毋对，教会毋是即间建筑物，总是即个建筑物是一个上顶，上顶咱整个的信用团体对伫敬拜上帝即件代志是有注重还是无注重？所以去做圣殿，重新去做圣殿也是同款，就去分以色列百姓，伊的性命若是正确的，伊就会首先伊的大心来去做圣殿。伊的选择就是因为上帝已经来应允啊，伊就会选择听谈上帝的话语，毋是听，毋是这边听，迄边就出去，是听就入去，就亲像我拄则一开始所讲的。你互顶某伊的爸爸吴牧师，因听着，毋是听着个祈祷好啊，准拄煞安尼，阮祈祷啊吼安尼，毋是，伊听着祈祷就去做，上帝就喊你三角地的，去做圣殿，其实毋是遐尼困难的代志，看咱有心要遵行上帝的话语，照安尼去行。但是无对于家己的信仰需要条件，就会去找真侪理由来忽略上帝需要，甚至是用家己的意思来曲解上帝的话语。我来举一个例，咱咧读历代志录的时阵，常常有看到一寡王的记载。每一个王，伊的一生行到落尾，都会讲某某王赢耶和华上帝看做是好的事，总是咧。有侪王有即个但书吼，总是山头大，腰围贵大，就是某某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秋坛，第一讲山头大，山头大是以色列百姓学外邦人咧拜偶像的一个习惯，因为外邦人伊到伫甲。进前到伫
高安地区有受到伊个风俗习惯的影响，因为高安人拢伫山头大山顶大树骹设个祭坛来敬拜伊个偶像。以色列人到伫高安地时阵，就是安尼看，就安尼学起来，学起来，家己起大献祭烧香。可能有人讲，有烧香献祭，敢会无好？有做较好，比无做较好嘛。有做总比没有好啊，好歹是敬拜上帝啊，哪会无好？咱要爱会记哦，拄则有讲到乌西雅王的话，乌西雅王伊安怎？伊家己要去献祭烧香啊。若是连王献祭烧香都袂当的，何况遮的百姓？伫山头大献祭烧香，表面上看起来敢若是真敬虔，在敬拜上帝的代志，却是完全违背上帝的意思，完全违背上帝所颁布的律法。伫即个山头大献祭烧香的历史是毋对的，即个信仰的传统也是一个真大的错误，总是伫以色列的王朝一代传落来。最记载拢是山头大妖袂鬼魔啊。虽讲遮个王所行所做是上帝看做是好的代志，有真侪代志是袂当由看由的。咱定定我靠家己的经验，我靠家己的才能细略，就袂记你上帝起初的范围是啥物。以色列历史咧咱讲啥物？建成教会历史咧咱讲啥物？咱是毋是会用家己的想法来曲解上帝的意思，宁可得罪看袂到的上帝，也毋敢得罪差你面前的迄个人？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只敢得罪上帝，却不敢得罪站在你眼前的这个人？然后，咱就一定得用家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也不断用别人的标准来判断家己。你看我无误，我看你无明，这个信仰的团体，以人的意思来受到约束，受到捆绑。上帝话语已经失落，上帝话语已经无人注意去听。以色列这个信仰的团体就一直就是安尼，一直无法度对过去的错误中行出来。但是感恩的是，人虽然定定失信伫上帝，总是上帝永远是通信任的，通我靠的。伊从来袂弃杀伊所拣选、所疼惜的百姓，伊找派伊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道成的肉体，踮伫世间人的中间。道成的肉体，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成做肉体，主耶稣基督明明启示，互世间人安尼来看。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体，迄个道上帝话语的一个上明显的见证，是上明显的见证。道成肉体，上帝话语已经到伫咱人的中间啦。你莫讲我无，你讲好啦，先伫正前伫旧约时代，上帝透过先知咱讲的话，歹势我无听清楚，先知讲伤紧啊，我听无清楚。你若是讲歹势，迄传道迄台语讲我袂标准，我听无。好，即马耶稣基督踮伫咱世间人的中间，啥物人会当讲我无看见？啥物人会当讲我无听见？耶稣基督真做上帝话语的见证，互咱会当靠着耶稣基督脱离迄种互甲上帝拿来拿去罪恶的亲恩。主耶稣基督要救咱脱离迄个亲恩，上帝透过历史向咱来讲话，就伫伊大生气，对遮个人讲：好，你拢无爱听话，你就收掠去巴比伦。就伫迄个时阵。虽讲西底家是上宝一个真歹的王，总是上帝伫迄当阵，咱来来记录，来继续看到尾，因为36章已经是上尾啦，上尾你遮，咱来看到上尾20的经文就知影，
上帝伫大受气的时阵，伊搁一次应允，伊应允恁遮受掠的人会当搁倒转来，会当搁倒转来。伊互提头，伊互提头变做欢喜，互哀伤变做跳舞。原本已经是真悲惨的结局，伫上帝手头变做真圆满的结局。伊使用外邦君王、波斯王，诚做以色列百姓伫旧约时代的救赎。伊使用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才对咱即马现在生育稳定的时代的一个救赎的记号。上帝是遐尼奇妙的上帝，是一直在行新创造的上帝。因为伫甲世界用起奇妙的圣手来行新事，所以伫咱发现咱的环境若是一直无改变，咱环境无好的人事物，一项一项敢历史敢若一直在溜，一直在出现，一直在出现，敢若咱一直在顶落去，顶落去，拢看袂到光的时阵，咱就爱好好来思考，咱就爱来注重顺汉用心来领受上帝要恩咱，到底上帝要恩咱的讲什么？爱深深伫上帝话语中来真侪悔改。对起造家己的性命开始，毋是一直在埋怨。伫福音书内面，耶稣讲，麦子和稗子会一起生长，吼。耶稣讲，麦甲稗会做伙来成长。有时咱也感觉讲，哦，我性命的环境，哦，这个人，哦，这个人足唔好的，哦，这个代志，咱遮土野一直甲我公公定安尼吼，足规身足袂爽快。我们生命中都有杂草，我们永远除不尽啊！因为耶稣说麦子会跟稗子一起成长，耶稣说了算，他说会就一定会。所以我们再怎么埋怨，这个环境还是不会改变。但是我们要如何避免这样子的情况？咱的对点到底是啥物人？咱除掉，咱咧除掉的迄个杂草，到底是一个人吗？还是一个代志吗？不是。我想，不管是我们诗歌队员在练诗歌的时候，还是我刚才所说那些师大运的选手，他们在练习、在训练的时候，在我们生活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知道。最大的敌人是谁？自己。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己。上大对的东西在改变。生命中的麦子跟稗子会一直存在。我们要怎么样靠着主，让麦子好好的生长，把我们生命中的稗子，慢慢的靠着主的恩典，慢慢的除掉，忽略它。下晡时，咱要做伙伫上帝面前来誓约。对大家来讲，这个誓约，下晡时这个就神的礼拜，到底是恁所聘请的这位牧者，是毋是会当符合恁的意思较重要？还是讲，恁是有偌尔啊愿意，偌尔啊渴望来领受上帝的话？罗哈尼亚想要让家己的信命不断改变、不断调整、不断提升，倒一项较重要？今仔日咧传诗歌的时阵，我比啊感动，歌舞主的名，大家有看到这顶面的名字无？黄之梅传道师，吼，这样遮是建成教会，咱无论是我。还是恁大家，咱拢是伫主耶稣的十字架下面，咱要行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毋是讲舞我的名，也毋是讲舞建成教会的名，是要歌舞主的名。当咱同齐脚步要来诚心歌舞主的名的时阵，咱所要做的。咱心头所想的，咱就会当和上帝一连做伙
咱所做、所讲、所想的，就会得到上帝的欢喜、甲懊恼，敢毋是吗？今仔日一透早，迄个长老伊就来甲我讲一项代志。伊是外头，因为这个长老伊下礼拜就要出国和娟娟一出，他们要回美国去享受天伦之乐，跟他们的儿孙，这么多的时间，距离这么的遥远，他们也很想念他们的家人，所以他们要回美国，长期回美国定居。他要离开我们，可是就在他要离开的之前，他来找我说：“他说传道，我告诉你，教会哪里还有漏水的情形，哪里有渗水的情形。”在他要离开之前，他还非常的关心教会的需要。各位兄弟，咱对咱的教会，咱对咱的上帝，这款的疼，咱要安怎对咱的信仰的前辈？咱要安怎来承接这的使命，这的责任？咱要安怎将这个好的信命继续传承予阮的后辈？我头一次到阮建成教会来讲课的时阵，是着小队员的邀请，还会记着我迄当阵的祈祷是，我会祈祷讲主啊，建成教会若是你托付予我的教会，要托付予我来带领有志的灵魂，你就互因会当了解，听了感动就会当感动，也互我伫内顶。看到大家的表情，看到家己的眼光，看到大家的眼光，就知影讲，这是一份实在需要上帝为你养起的羊群。我向主祈祷讲，主啊，若是安尼，我就知影这是你爱我所行的一条路。时间过了真紧，对我头一次来遮讲道，对当选。对偏僻，对到地今仔日，几若个月一下就过去。今仔日下晡，咱要做伙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来誓约。咱要誓约是啥物呢？咱要誓约是无论得时不得时，咱拢爱专心致意朝找耶和华上帝，听看伊的话语。因为教会坚固的地基就是上帝的话，敢毋是吗？我对恁大家实在足有信心的，因为我对我头一摆讲道，到我8月复训的时阵，我徛伫台仔顶，我讲道，我听到在献诗的时阵，高举主的名，会像安尼来回应，大家回应上帝的话语，高举主的名。我对恁有盼望，我相信恁也爱对家己，也爱对彼此有信心，有盼望。历代记录上好的记载，真做咱的盼望。上帝应允，上帝话，真做咱的盼望。无论咱已经受掠到倒位去啊，可能咱的生命都互掠走啊，阮毋知影。总是上帝讲，既然属于伊的人，拢会当搁倒转来伫伊的面前，伫伊的身躯边，因为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伊的慈爱线到永远。甲咱同在的上帝，比这世界一切搁较大。但千万毋通因为家己，迄才是别人的所行来失志，因为因也甲你、甲我同款，一直在信仰的道路上甲来努力打拼，学习要伫跋倒的所在，搁一次徛起来，听看上帝话语，照主耶稣基督的款式来行，咱就做伙调整，搁再调整。真做一个会当得到上帝称赞的教会，咱三甲来祈祷。迄个
天父上帝，我感谢你透过你的记录正君王下的阮来讲话，提醒阮要听看你的话，顺下你的旨意来行。恳求主你不断定心塑造阮，完全归向你，亲近你，会当承接建成教会好的历史甲传统，你得到主的称赞，甲对天顶来的报赏。三甲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的名。